来台湾来到彰化县议会，国民党的县议员周家豪，伫个行程爱着伊9个月大的查囝来接孙，讲主要是要强调少子化，这少年翁仔某唔敢生囡仔的心声，希望县政府带头伫个县府内设置育婴中心。现场请记者吴烈安讲予咱知。 是主播彰化县议会议事堂出现了议员抱着婴儿的质询画面。国民党籍的县议员曹家豪背着他只有9个月大的女儿出席，原本是想要来讨论少子化的议题，结果呢，小朋友的好奇心太重，一直抢麦克风，反而成了全场焦点。来看现场，好像有点不受控哦。这个我利用的麦乱。今天谢谢，抱歉主席、县长。 县府一级主管以及媒体先生记者，一手拿着海报，还要一边顾女儿，议员有一点手忙脚乱。后来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请后方的女议员刘淑芳来帮忙。我看我先给小朋友补招呼。你就知道妈妈多重要。而议员抱婴儿到议会的主要诉求，其实是希望县府能够带头在县府内成立育儿中心，让府内的年轻人愿意结婚生子，进而鼓励企业来跟进，让员工可以带小孩上班，员工安心工作的话，才能够提高就业率、拼经济。以上现场最新情形，将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